怎么？今天这个影片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OK， 怎么讲呢？这个影片哦，是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拍？因为如果拍了这个影片过后啦，会触碰到我的家人还有 Miki 家人的一种哭点啊，就是很伤心啊，所以我最后啦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影片拍出来。讲讲呢，我会想办法把我的外婆还有 Miki 的外公弄成会动起来，然后再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父母还有 Miki 的父母看，让他们在他们有生之年还可以看回他们父母对他们笑，对他们眨眼。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温馨啊，总之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影片啊，对我来讲，所以终于找到了一个 APP 是可以让照片动起来，但是我们首先要付费一个600块马币，为了可以让他们看回啦，我决定去付这笔钱，让他们真的是有机会看回。我就会用这个 app 来把照片动起来，给我们 play 一次，给你们看清楚。你没有看到吗？啊，我们马上去找我的妈妈，给她看这些影片，然后再回去 Miki 的 hometown， 再让她的妈妈看她的爸爸的影片。所以 let's go。OK， 如果给你有机会看回阿婆会动的时候，你会想要看吗？要。怎么呢？怎么？为什么想要看？你为什么其实？这里想要什么？我讲给你有机会看回阿婆会动的时候，你要吗？要啊！我把阿婆变出来啊！在呢。靠腰，然后准备啊，1、2、3，哟，像吗？像哦。是他吗？有像吗 ？OK 哦。你咁得人驚嘅。你妈妈你什么很驚？你这个他的像很假啊。当然啦，这个是电子做出来的，只是让你可以有机会看回阿婆这样的动。很怕。你很怕？你有要哭啊 ？OK 吗？你看下一个。不像他嘞。不像咩？人家眼睛没有这么萌的。哟，得人驚啊咁樣，好驚行啊。OK 吗？哟，是咯。再看啊，这个不要整了，这个啊。这 OK 吗？先给阿姨看下，阿姨，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的感想是什么？所以你看啊，你有什么感想？看阿婆对你笑。哟，咋的？你不觉得很开心吗？你不要这样子啊！今晚上我都不懂睡得着没有。怎么了？哎，哇，这个是很sweet的嘞。OK。你怎样会弄到这样子的？厉害吗？妈咪，通常这个人家看了啦，他们是哇很感动会哭，让他有机会看回他的爸爸妈妈。但是你这么游来游去，哟，还没有脸泪流了。真的你流完了啊？但是你这样子看，你会想念。你看他笑我，对我。这个照片都是笑的吗 ？OK， 因为我妈妈曾经已经哭了很久了，所以这一次你看回是没有哭了啦。你不会伤心啊？不会，我想到了，你这样子动哦，给阿姨看她的。阿姨会哭啊？阿姨看了不懂会怎样呢？我觉得阿姨会哭。阿姨看了跟姐姐他们看了会怎样呢？你看她。我觉得他们会哭哎，但是我不会哭哦。我看了都想哭啊。我对了这么久看真人跟这个相片，我不会有感觉的。除非10年后我再给你看回这个，你可能就会。不会的，他的人已经进我的脑了。对不起，我妈妈已经有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我完全不明白我妈妈的境界。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的外婆动起来哦，哎，很感动一下。我妈妈咦，但是 OK 啦，因为可能我妈妈哭了很久啊。不是因为她的像不像她变了，我没有感觉啊。如果是很真的，她真正她的那个样子哦，我给你她的样子哦，你去弄看我会怎样 ？OK 啊，我妈妈给我一个她最近的照片 ，OK， 来你先给我。OK， 现在我妈妈已经给了我的外婆最近的照片，就是她比较老了，所以应该会很有感觉，我可以 feel 到，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把它 upload 上去这个 APP， 然后马上开始我们的 magic。我们看一下出来的效果。这很像。哇，这个很像。超像。哇，这超像啊。很自然诶。妈咪，来，你准备好了吗？这个这么快的？这个东西，这个啦，真的是比之前的还要更生动。哇，妈咪，这个你看了应该会有感觉。来啊。OK 吗？这个像吗？我妈妈要哭了，原来我妈妈是要看最近的照片，喜欢吗？要送给你吗？要做留念吗？没有。
先来。我们先来，OK， 我们要哭了啦已经。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下一个目标，就是去到 Mickey 的家，然后让 Mickey 问他妈妈，给他妈妈有机会看回他的爸爸，看他 OK 没有。其实我妈妈对我 feel 到她是感动了，只是她不想哭出来。我妈妈已经哭够了，她已经无时无刻每晚在哭，现在还不要哭了。所以呢，好吗？你好好想念阿婆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看啦。所以我们要换下一个目标 ，Let's go。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 Mickey 的家，然后因为呢 ，Mickey 的外公也是刚刚很不幸的离开了啦。Mickey 会制作一个他外公会动的照片给他的妈妈看让他妈妈可以再次看回会动的爸爸。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是怎样啊。我觉得正常的来讲，应该会开心或者觉得神奇。然后至于会不会哭呢，就是要看个人的对，不是每个人都会哭的。所以现在 Mickey 在找这张照片。对，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然后我们首先要把它 crop 出来先，一样，我们要把它 crop 成那个 size， 我们要的 size。有点萌啊。因为它照片本来是蒙的，我先把它弄清先，然后再把它弄成会动。像吗，宝贝？怎么变年轻了的？有像没有先？有一点不像，一定要选一个啊。现在 Mickey 要选一个，因为有不一样的表情，所以你要选然后下载。零，他在做东西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的啊！你不要给妈咪看哦，我跟你讲。怎么嘞？你最好是不要给她妈看。咪会哭啊？会。我还有，他笑我。爸，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要给妈咪看，真的。真的，我给你看一个东西，用纸你遮住也是可以。OK， 啊，这样啦 ，OK， 这样啦，OK， 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什么？我很好奇。你来这边，先。我给你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睁大眼睛看啊。睁大眼睛。让我视力眼睛看。看啊，1、2、3。怎么？还有。怎么 ？OK 了吗？这样办了啊！安迪，你要吗？这个会动了。我妈妈要哭了啊！你要这个 video 吗？可以收着了。这个 APP 就是可以把那些东西可以弄动。哎，你讲不可以给你看，因为你一定哭了，结果你真的哭了。讨厌啊！没有了。发给我。做几点嘛？好了，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影片是很有意义，然后非常有纪念的，可以让那些怀念自己过世的亲人，可以再看它动起来，是一个很感触的东西。所以呢，相信你们也看到2位妈妈看回他们自己的亲人，他们的那种感觉。其实看了会哭，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看回亲人会动了，所以这个是很一个讲宝贝，我不会讲，我词穷了，有点感触，我想哭了呢。对。